外交部在其网站上发布新闻稿，内容显示，联合国反恐事务副秘书长奥伦克夫一行应邀于6月13日至6月15日访问北京和东突厥斯坦。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、部长助理张军分别会见了奥伦克夫，就国际反恐形势、中国和联合国反恐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，达成广泛共识。国际人权组织观察者批评称，联合国派遣一位负责反恐事务的官员，而不是人权事务官员访问中国，会帮助中国躲闪有关人权的批评。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在庭审过程时死亡。埃及国家电视台消息称，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·穆尔西17日在出庭时候突然去世。穆尔西出席一场有关间谍诉讼的庭审时，在法庭上崩溃。英国媒体发现一个秘密，他们在美国 F-35战斗机零件供应商中发现了一家中国公司。受到关注的这家中国公司实际上是一家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名为 Exception PCB 的印刷电路板制造商。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在6月14日报道中称，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宣传材料，这家公司生产的电路板控制着 F-35战斗机的许多核心能力，如发动机、照明、燃料和导航系统等。文章据此炒作安全威胁，有英国议员称这一发现令人窒息。伊朗周一宣布，10天后浓缩铀库存将超出核协议的上限，意味即将正式打破2015年伊朗核协定，但表示欧洲仍有时间拯救核协议。已退出核协议的美国斥之为核子恐吓，以色列则警告一旦伊朗违反核协议立即制裁。新发展令波斯湾油轮遇袭引发的紧张局势升温。伊朗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卡麦勒万迪昨天通过电视宣布，伊朗浓缩铀藏量将于6月27日后超出限制和大幅增加生产，我们将超越300公斤上限，生产浓缩铀的步伐与速度将增加。由欧洲东突厥斯坦民间组织举办的维吾尔杯金标赛于6月16日圆满结束，来自欧洲各国的维吾尔足球队参加了比赛，瑞典维吾尔足球队赢得了冠军，而挪威和比利时足球队分别获得了第2名和第3名。与此同时，伊斯坦布尔开始了第6届后拉杯金标赛，有10几个足球队参赛。